台北风台过境，真侪所在淹水淹甲真严重。高雄市府表示，按算今仔日大楼内底积水就会当全部拢排除。前2日啊，民众嘛拢赶紧咧摒扫上清冻的家具，遮个粪扫，互清洁人员是收拢收袂离。另外，这个月初当恢复全线通车的阿里山林铁，嘛因为真侪所在放弃，所以到8月底为止，拢又搁暂停营运。 规条路沿路拢是清洁的粪扫，也有家具。毋是收粪扫时间，粪扫车也是伫林武区四界走。风台和高雄真侪所在淹水，当地上深淹到大人腰只悬。浸水的家具和清洁人员是真无用。这一次是因为海水倒灌，所以满潮。那我湾内里是住在狮龙溪还有曹公郡的旁边，所以这2个地方都议题。 湾内里近3天连续启动100人次，车辆50车次，今天会把全部湾内里清理完毕。高雄第25、26两天，各区清洁队总共出动1865人次，车辆机具419台，清出大型的树基粪扫，也有浸水的家具废弃物1432栋。还有4栋积水大楼，要拼暗头进前水拢排空。 大洲区统领里有徛街拄着土石流，一个外劳看护掉伫内底7点钟。从上面压下来，这2边都全部都压垮了。外劳刚好压在这边。台南相关受创真严重，炭火天民众整理家园，公部门是沿路来消毒。有的地方还有家具的部分，还有一个抓斗车。我们希望快一点把家具的部分也回收，然后把垃圾也赶快把它清走。那清完之后。 我们还会做路面的清洗，之后环保局还会再帮我们做一个户外的一个消毒。近15年，这个月初才全线通车的阿里山林铁也受创严重，全线89个所在树仔倒去，土石崩落，互林铁宣布8月底前暂停营运。旅客1年内会使专业来退票。嘉义县番路享受民众4天前去看排水公路失去电路，无排除落入去大排，警消也伫找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